新冠病毒冲击着全世界，咱的政府快速应变，超前部署，医护人员捍卫前线，甲医疗防护网建起来。台湾人展现素质，挂喙暗、勤洗手，对检疫甲隔离措施造成的生活无方便，嘛拢愿意来配合遵守。就安尼，政府、产业甲民众合作，阻挡着病毒来生团，守住全民的健康，嘛互民主科技防疫的台湾模式同世界学乐。2020年，这场甲病毒的攻防，台湾做着啥？要有啥会当做了搁较好？未来是毋是会当来打败病毒？另外，这个17年前的 SARS 夺走着73条的人命，台湾阁学着啥物宝贵的防疫的经验呢？华视新闻团队特别来制作迎战2020台湾防疫全纪录，咱就为疫情伫中国武汉爆发的迄一刻开始来看起。We're going to follow pretty closely the Taiwanese model. There are countries like Taiwan who are exemplary. האמצעי הזה נוסה בטייוואן. In der Corona-Krise besonders bewiesen. Taiwan. Taiwan's role as an observer in the World Health Society meeting. In 2003, Taiwan faced the SARS.12月31号的凌晨2点24分的这个贴文啊，是一个 No More Type 的这个网友，那他有提供就是说，中国官方就武汉市卫健委有紧急发送了一个通知给医院，就是说要通报这个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人2019年12月31日，多天光提早起床的疾病管制署副署长罗一军。无意间发现网友热烈地讨论中国新冠病毒的疫情，感觉事态不妙。包括就是像那个对岸医师的一些对话，还有X 光片的照片，还有甚至检验的报告都有。所以看到那样的一个爆料消息，上面有几个明确知道说SARS 检验是阳性，以及有很多的有几个病患已经确诊是 SARS， 然后还住在医院隔离。所以当然这个是很重大的一个爆料消息，就需要再进一步了解，所以就没有再继续睡就赶快把这个消息在网络上再找找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依照 PTT 顶面流传的3张关键的截图，罗一军进一步去对查源头，判断检验报告是乌北省武汉市医生私底下送检，并且顺续翕的，所以讲可信度真悬。而截图对话内面头一个口竟是真的，就是被称之为吹哨人的已经过身的医师李文亮。大概在6点半的时候，我就有贴一个讯息在我们那个主管的群组，就是说，请我们同仁要开始去查证。那8点钟上班的时候，我也有在亲自交代，就是说要赶快去查。他们其实一上班大概就开始拟稿，然后8点50左右那个信就寄到北京去。那大概中午的时候，我们就有在整理一个英文的一个信件，寄给世界卫生组织去提醒跟求证说这个事情的正确性以及有没有相关资讯可以提供给我们。其实这样的讯息，我们当下是认为说蛮担心，是不是会有一个可能人际之间传播，所谓人传人的一个状况甲台湾疾管署高度的警觉比较起来，中国甲 WHO 却是无要无紧。世界卫生组织就是回了说我们收到了，谢谢然后会转给我们相关的专家跟单位那后面就没有再回我们了。
那中国这边就是一直等到他下午才又寄了一封信给我们，就是说等于是回信北京这边回信给我们说，请看我们那个武汉卫健委发布的新闻稿，那个资料都是以这个新闻稿内的资料为准，没有再额外补充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啦。我是疾病管制署检疫人员。中国大陆武汉地区发生肺炎疫情，所以我们那天也就赶快经过开会之后，就启动了这个武汉的班机回台的登机检疫。从当天的晚上6点的第一班飞高雄的这个武汉直飞的班机就开始做这件事了。如果是以6点钟我发讯息提醒我们主管的群组的话，那晚上的6点就是我们第一天登机去做检疫，所以就是在12个小时之内就发生了这些事情。到无一天时间，台湾就赶紧启动防疫措施。在这个同时，世界各国拢在唱歌跳舞迎接2020年。却唔知讲，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在中国武汉快速的扩开，向中国全境扩散。全人类将遭受100年来前所未见的大祸劫。那所以我们初期就找了几位主要的我们所谓的 key person 来一起组成一个所谓的专家小组。那紧接着在1月4号礼拜6的时候，就接到通知说，礼拜天下午1月5号要开始开第一次的会议，所以也很快，我们大部分的人，包括所谓的感染症防治医疗网的这个指挥官们，大家也一起都上线，在1月5号的时候就开始开第一次的专家小组会议。此刻台湾总统选战拍到长日1月11日半暝，激情结束，社会气氛回归平静。但为一款数防疫行动依然马不停蹄，甲病毒的比赛。真的是国家有需要去那个地方，进一步了解这个非典型肺炎的这些病情的一些流行的状况。那个时候要出发之前，大概就已经知道这个还是要小心谨慎哦，但是就是还是要完成这样的任务了。传染病防治医疗网南区指挥官曾银清1月11日临危受命，1月12日随加另外一个专家洪敏南启程前往中国500县武汉市进行疫情的查访。那这是第一天下午，最主要是跟公卫、跟这个疾控中心的人一起开会。那第二天是到金银潭医院去，那实际上我们是去金银潭医院的医师的休息室哦。那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应该说是医师的办公室，在那个地方有一个 monitor， 有一个萤幕，所以是没有直接看，但是就是说透过萤幕去看一个重症的病人。无论在场专家安怎问，中国官方坚持无要提供相关的消息，更加无允准所有人留下此行任何的记录。这个整个的41个病人当中，有2个家庭群聚，哦，那其中一个家庭群聚呢是3个人都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那另外一个群聚，先生传染给太太的一个群聚感染。那先生呢是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那太太呢，因为她自己行动不是那么的方便，所以她出到外面去得到感染的机会，或者说她去华南海鲜市场得到感染机会也不多。那个传染方式，大家就引起大家很热烈的讨论。那后来他们中央的这个代表就说，现在新的看法是说，这个有限性的人传人这件事情是不能被排除的。就伫专家结束查访，等下台湾较无1礼拜时间，1月20日，疾管署快马加鞭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过两天台湾就出现确诊病例。那今天特别跟大家来宣布我们今天下午有一个新型2019冠状病毒的确诊个案。那这个个案是昨天晚上从武汉飞回台湾的。
台湾头一个确诊的是55岁女大生，伊是伫1月11出现相关的症头。1月20为武汉坐飞机返来台湾，落飞机时就主动通报，人无爽快，随隔离采检。1月2确定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我是第一例，所以我打破了台湾的0。我要说很抱歉，可是我想没有人愿意生病吧。其实知道的当天，对我来讲也是晴天霹雳。然后本来是回来过年的，也没有想到这个年很特别，非常的特别。所以平安2个字，平常只是说一说而已。现在对我来讲，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这日刚离围路剩3天，全台湾正在独居报新迎接农历过年。嘛，因为中国官方对疫情的真相拢无加讲，不少台湾人甲中国就配偶，年假前就计划要去中国佚佗甲探亲，千想万想嘛想袂到讲会因为安尼调伫中国，无法度返来台湾。那包括就是新闻上面报道是不会人传人，那我们就认为就说去武汉那边、湖北都很安全。如果是知道这么严重，我们绝对不会就是往危险地带跑。而且我是再三确认没问题。对，因为我要带小孩子，你会觉得自己当然没有问题，可是你要照顾到小孩子的健康这样子。1月23，围路进前一天，中国北京当局做出震撼国际惊人的做法。武汉全市的铁路、轮船、客运暂停营运，机场车头拢总关闭，武汉市全面封城。不过，就算中国用铁腕的防治措施，病毒依然是无孔不入。探到中国以外国家，全球各大洲纷纷沦陷。一场近代规模上大的全球隔离行动，即将改变世界。那其实，在封城的情况里面，会让大家有一点恐惧，所以可能会往其他地方来做散布。那加上中国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武汉肺炎的情况的省份也越来越多，这疫情指挥中心从3级，我们现在升到2级。这是武汉，现在8点钟了。我已经看到有人在呐喊了，外面。当然，最恐怖的是22号，跟到23号的这个临界点，就是封城的那个临界点的前面几个小时，就突然之间的封城了。你知道那种巨大的冲击吗？因为大部分人就真的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大街上人和车都没有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真的很恐怖。包括那种小路，通通都封起来了，没有任何就是破绽可以让你逃出去，那插翅难飞的感觉。封城头一天，中国新冠病毒官方确诊的病例是626个人，其中95个人是重症，17个人不幸死亡。医疗资源面临崩盘，找无病床。经过好丰城区人心惶惶，如临末日，有1000万人遭困收城，唔知要安怎较好。晚上的时候，因为晚上就是很近嘛，那车又开得很慢，又没有车，就一辆，我们就看到它远远的这样开来，我可以看到那个车里面就是一个窗，因为他们窗户可以看到里面嘛，看到里面黄色的那种像裹尸袋一样的东西堆了很多，然后有工作人员穿白色隔离服就坐里面，然后但很快就开过了。在那边的时间就每天都祈祷，就是自己不会死掉，就想自己这一辈子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这日客因感觉死亡近在眼前，而1000公里外的台湾面对这场世纪之疫，一幕一幕的场景，必须时间搁倒退，回到你我拢捌经历的2003年。